大家好啊！今日想同大家講講由大陸游水落嚟嗰7條酸魚嘅八字。近日咧，呢7條酸魚俾五法師咧踢爆咗係神棍，指責7酸魚利用佛教背景去騙財，而且亦踢爆佢好多假嘢。不過可能係啲假嘅高學歷、中醫資格，並無慈善牌照啦，假嘅個人背景同埋資歷，甚至係家庭背景，搞到呢個咁嘅女人嘅 Facebook 都急急刪除咗嗰啲學歷同資料。而家亦都有人實名指出呢條酸魚係佢當年嘅班同學喎，證實呢個女人係畢業於某個書院嘅。而最近咧，更加有人實名舉報嗰7條酸魚騙財超過100萬，又有更多苦主陸續出現去支援五法師嘅行動咯。呢個五法師而家就已經分別向鄧 Sir 啊、向警方及稅務局告狀。如果7條酸魚咧，就利用法律企圖阻止五法師繼續攻擊佢，同要求賠償喎。究竟呢個主角7條酸魚係咩人呢？佢利用法律同傳媒企圖阻止所有人繼續去踢爆佢，最終又能唔能夠得到成功呢？而家五法師又會有冇罪呢？一陣間我就會慢慢同大家講落去。好，首先我喺呢度做一個聲明先。呢7條酸嘅出生日期係888。好多人都懷疑係假嘅，亦都有人話佢係1969年2月出生。好，唔緊要，呢個出生日期係真又好，係假又好，都冇問題。咁係咩原因呢？因為萬事萬物每一部分都存有佢自己嘅信息。你報呢個生日係你嘅，咁呢個生日就自然會有你嘅信息存在。可以反映出你嘅人生嘅好多事件。若果仲未認真學過術數嘅人，梗係會唔識呢啲嘢，唔知呢啲嘢啦。如果你進入術數嘅領域，你會知道有時空八字，亦都可以算一個人好多個信息。所以唔需要執着呢個八字係真定假，真有真嘅算，假有假的算，咁都係一樣咁嘅方法去算啫。正所謂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係君子就有君子嘅信息，係騙子就有騙子嘅信息出嚟。好，跟住經典八字，原來女命同男命取用神完全唔同喎。男人論命首先重格局，擺入格局咧，然後再取用神。咁女人咧，啱啱相反，先取用神，之後再睇有冇格局。而格局對女命更加唔係咁重要添。我聽到呢度，有啲人應該會認為有啲唔係好啱喎。算命都應該係與時俱進啦，而家男女平等啦，咁應該男女都一樣咁樣算法喎，梗係唔係啦。然之後男女完全一樣咩？點解你唔去做女人啊？點解你仲要去溝女呢？點解你唔去生仔啊？所以男女命點會一樣啊？個中八字嘅秘密梗係唔係咁容易了解啊。不過呢啲唔係我哋今日嘅主題，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翻睇翻我算女命嘅視頻，咁就可以了解到更多算命嘅方法同秘密。咁我哋繼續講翻呢個女命啦。打開八字一睇，呢個女命係會晚年創業啦，打着玄學嘅旗號去揾食，命帶住灰光星，佢體型骨骼都比較大，你中意搞啲神神怪怪嘅嘢。好多人睇有偏印星，偏印星代表玄學風水冷門知識嘛。但係好多人都有正印同偏印噶啦，點解又唔會成為出名嘅玄學家？女命取用神，首先就係睇天干為主，呢個就係經典八字嘅秘密。年月日時排出嚟就係戊土、庚金、庚金同壬水。咁你認為究竟取戊土定係庚金定壬水呢？咁經典算命方法就係取食神壬水為用神，壬水時辰透咗出嚟，基本上到咗中晚年先發達。大部分嘅人都話呢個命係身旺。如果用經典算命嘅方法，就係取食神壬水為用神。咁呢個用神嘅狀況究竟係點呢？壬水最怕見到戊土啊嘛。咁呢度係有個戊土喺度喎，戊土係梟神，就會形成咗一個梟神奪食啦。呢啲命好在仲有啲庚金比肩喺度，化一下戊土，使到呢個戊土唔會直接克傷呢個壬水食神。如果冇呢個庚金喺度，呢個壬水就會俾佢克壞咗啦。
咁呢個格局就唔得咯，就冇得發啦。雖然係咁，但係有梟神喺度都會造成好多壞嘅影響噶。佢仍然係有力克呢個壬水嘅。梟神最怕係乜嘢？當然係最怕財星去克制佢啦。所以呢個命一定都係喜歡木嘅，故此呢個命用神係水，喜神就係木啦。因為命中忌神係土啦，所以自然亦都唔中意火，因為火會生旺呢個忌神戊土啊，去克壬水食神啊嘛。而火旺亦都會克金金入柱啦，造成壓力同埋官非是非。我哋亦都見到地支裏邊有呢個五戌合火，即係官殺旺啦，亦都可以代表佢晚年咧可能會有事出現啦。嗱，如果你真係識得命理嘅，知道自己未來可能會有事，咁咪會提早作出預防咯，唔好做啲偷雞摸狗嘅事。佢仲話幫人去改運，自己都算唔到自己會有點樣，唔通佢唔識算命？咁你仲信佢？個腦筋係咪有問題啊？點解有啲人仲幫佢啊？係咪有病呢？我哋頭先講咗佢係用神同忌神啦。大運地支逆行漸未火運，再行呢個寅卯辰木運，之後晚年再行呢個金水運。咁頭嗰30年咧，睇到呢度都係火土運啦。咁火土旺，自然令呢個忌神旺咗啦。咁所以代表呢7條酸魚年幼時候都唔係幾好喎，亦都代表佢出生家境麻麻地啦，童年生活應該都唔係咁好，所以學歷都未達到大學水平啊。故此有某學院同學證實咗佢係來自諸暨畢業噶啦。其實呢間咁嘅學院都出好多出名嘅人啦，都唔使去避忌話你喺邊度畢業啊。咁其後佢所謂嘅高學歷，例如呢啲咁嘅碩士啊、中醫資格啊等等咁嘅學歷，就唔知喺邊度嚟噶啦，或者可能從某啲途徑取得，或者候補學歷啦，咁我就唔知啦。咁再講啦，呢個梟神呢度代表佢早上都已經分咗家噶啦，都冇乜錢剩啦。佢對個父輩嗰度應該都係重新要再白手興家。咁梟神奪食，可能代表佢由細到大未必係由親生父母所帶大喎，可能由第二啲親戚養大，或者係由第二啲家庭所養大佢喎。由11歲至到20歲都係梟神旺嘅時間喎，即係話梟神會嚟奪食，間中會克下佢。梟神一般可以代表後母嘛，但呢個命嘅情況，呢個位置即係父親嘅位置，戊草度可以代表父親啦。見到梟神咁咪即係代表後父，唔通佢真係有後父會嚟克下佢？戊午大運又帶桃花星。喺戊午大運，唔通真係喺10歲、11歲嘅戊午己未年，歲運並臨，有啲咩黑嘅事件出現？哎呀，我哋都係講翻大運啦。嗱，因為頭嗰30年都係忌神運啦，所以其實佢一直都冇乜好運行啦。喺社會上碌嚟碌去都冇咩成就，就到去到40歲開始呢個乙卯大運，先至會比較好啲，因為財星見咗出嚟啦。財會克印，所以都係開始會好嘅。咁估計佢應該就喺呢個時候開始進入玄學嘅世界裏邊啦。但係時至今日啊，呢個2025年仍有位師傅話，當年見到佢啲水平啊，都係麻麻地嘅咋。比如呢個咁嘅7條魚就話，今年嘅股市跌跌跌。點知今年嘅股市就係喺年初之後就升升升。嗱，佢喺乙卯大運就得到喜送神嘅助力，咁大運嘅後年卯運就會好啲啦。所以咧，佢就喺呢個卯木運開始轉行出嚟做風水、做算命、做改運啦。嗱，到咗2018年進入咗甲寅大運，而且亦都進入佢嘅八字裏邊末限咯。代表大吉啦，甲木克制戊土忌神，使到喺壬水得以盡情發揮泄秀咯，令呢個庚金發出光芒，所以佢發財之餘，同埋開始出名啦。地支人身一衝，財星衝入我家，全盤八字皆衝動咗，全盤皆活勃勃生機，所以砰一聲就發起嚟啦。所以7條酸魚話賺到好多錢喎。
好似話10億咁多添。佢亦都喺公眾面前講過，而家住緊間屋咧係買嘅，點知又俾人走去查踢爆咗咧，係租翻嚟嘅喎。咁真係唔知佢講邊句話係真，邊句話係假嘅。跟住我哋知道佢喺庚子年2022年開始出名喎。庚子年屬於金水年，係用神大吉。呢個命兩個庚金都算係喜神嚟喎，因為佢係化咗呢個忌神戊土啊嘛，去生呢個壬水啊。咁你見到呢兩個金，三命通咪話兩干不雜，利名齊。庚金係用神，所以當然有明星同埋出名啦。所以佢2020年就係一炮而紅啦。如果你好似嗰啲所謂橫派，一見到兩個天干相同，就話兩干不雜，利名齊，根本係亂套經典，不知其言所以然。佢哋根本連八字嘅用神係乜都唔知。我同啲 fans 都解釋過一啲命例，好多有呢個兩干不雜嘅命，大部分都只係普通命或者係貧賤命，所以唔好亂用呢個口訣啦。跟住嘅2021年、2022年同埋2003年都係屬於水旺喎，金水旺啦，咁所以都係好運嚟嘅，咁所以佢都發展得幾好啦。到咗2024甲辰年，甲木用神又透咗出嚟啦，歲運疊埋一齊喎，咁吉上加吉啦，所以都係豬籠入水啦，發揮食神生旺、勝似抬棺嘅功效。一交2025年開始，網上嘅是非就不斷，除咗有5大法師批評佢之外，仲有好多其他嘅人陸續加入。呢7條魚嘅好多唔好嘅歷史都被揭發出嚟。而家佢已經招惹上咗官非，甚至可能俾稅務局或者係俾警方海關控告。點解啊？命裏邊有冇因素啊？有啲人話大運流年同元命裏邊出現寅申巳三刑，所以咧就會出現官非啦、是非啦。咁梗係唔係咁樣啦？好多命同樣出現寅申巳，甚至係丑戌未三刑，都冇官非破財，甚至係有啲人仲係升官發財添。咁究竟係咩原因呢？大運地支裏邊亦都出現寅午戌三合火局，剛才都講過啊。火旺會生土，亦都會克金，生旺咗戊土梟神，就會有機會去奪食，克制呢個用神。隨住出現危機，到咗2025乙巳年，乙木出咗嚟啦，乙庚一合，將呢個庚金合伴住，庚金頓時失去作用力，戊土梟神就可以直接克呢個壬水啦，將呢個食神完全制住。所以今年嘅運程非常之唔好嘅，用神受制。食神代表你個說話、你個行為啊嘛，或者你個判斷能力啊，所以你個判斷能力會有錯誤啦，以為呢啲只係小問題冇嘢嘅，點知越搞越大，而家搞到官非上庭添，甚至係俾人告添。呢7條酸魚今年亦都有同徒弟反面，甚至有傳啲徒弟去咗五法師嗰邊爆料。咁點睇啲徒弟同佢反面呢？當然最緊要係睇用神啦，用神係食神壬水，食神就克制，代表今年悶悶不樂，屈住唔出得聲。徒弟學生都係由食神所代表，食神受梟神克制，又帶倒戈煞、刑象煞，真係容易有學生徒弟反面，倒波雙向，甚至犯刑法喎。食神亦都係代表投資啦，或者係自己嘅推算能力啦。咁所以今年呢，投資啊或者推算能力方面都唔係咁好喎，可能都係走向啲負面方面啦。所以負面消息多同埋破財多啦。食神又都代表活動能力啊，咁會唔會係活動能力受制呢？會唔會坐喺某啲地方裏邊活動能力受制呢？不能夠自由活動呢？我哋再睇地支巳申一合，將申金合住咗，即係話喜神亦都受制喎。咁巳申亦都係雙刑嘅，寅申巳三刑，用神受克，此時就代表官非破財，甚至有機會有車禍傷災喎。假如真係做過違法嘅嘢，當然係有機會坐牢啦。頭先講過啦，
食神代表你嘅行動力、你嘅判斷力、你嘅說話。被克制就係代表判斷力會有錯誤或者做錯嘢。去到運程唔好嘅流年，應該係低調啲處理，唔好越搞越大。而家大家都潑到行啦，邊度仲有得收科呢？真係唔臭都揭到臭啦！有啲人仲話佢好似王青霞同河馬事件喎，咁點睇啊？八字忌神係戊土啊嘛，戊土係偏印星。我咩叫偏印星啊？講偏印星之前，我就要明白咩叫正印星。正印星代表正式嘅嘢、官方嘅學問、知識、文憑、機構、文字、房屋等等。咁偏印星代表乜嘢啊？尤其偏印係忌神嗰陣時，係咪會代表非正式、非官方嘅學問、知識、合約、機構同文件呢？喺網上啊，你仲會查到啊，偏印為忌神嗰陣時，可能係假嘢喎。戊土坐辛金，呢亦都可以係長生啦。兩個長生喺度，仲係撞埋一齊添。戊土坐長生，所以呢個偏印啊，呢啲咁嘅非正式嘅嘢啊，真係源源不絕啊。辛同辛都係在於僕淫啊嘛，兩個金喺度服淫。不斷咁哼哼哼哼咁出隻聲喺度，所以就會講到有聲有色咯。或者後面嘅古仔冚前面嘅古仔，搞到亂晒龍，自己都唔知喎。再講到今年追擊佢嘅係邊個啊？係個五法師啊嘛。五係屬於咩啊？五係屬於土啊，係你命中嘅忌神戊土啊，咪克住你咯，咪追住你嚟打咯。你咪真係唔識算命㗎？你咁都唔知，你仲走去惹呢個五法師？你同佢啲緣分啊，肯定係好耐以前已經種落㗎啦。同埋啊，你仲走去種咁多薯仔？薯仔係咩嚟㗎？土豆啊，屬土㗎，唔係屬木。所以越種得薯仔多，個人嘅運程又會越嚟越唔好啊！積到而家，咁當然，如果你係做咗咁多唔好嘅嘢，梗係會中招啦。點會冇事啊？所以真係聽到都得啖笑，呢啲係咩玄學啊？所以嗰位光頭老師真係講得啱，直情係初班仔。壬水食神係咩嚟㗎？係天德星啊！我講過好多次啦，有德星嘅人係要修陰德嘅。如果你唔修陰德，就會有天嚟收你。呢條呢亦都係子平嘅秘法。你學其他派別，有冇人教你係咁用啊？我而家將佢完全公開俾你哋，大家要小心走路啊！呢個女人而家梗係煎魚咁煎啦，地支人午戌火旺喎，梗係喺度燒住啲金啦，係咁煎條魚啦。今年地支又見到巳火添，又有木又有火，你估真係火電抽金咩？真係有排你震啊！咁我亦都用奇門遁甲占過一卦。問呢個七煎魚究竟能唔能夠得入呢個五法師呢？咁陰本奇門盤裏邊係屬於僕淫卦喎，佢係位於呢個艮宮，艮宮裏邊又係兩個庚金，庚金代表阻力障礙，所以呢件事都係阻力重重。庚金既服淫又兼入墓，所以呢個卦真係唔係咁好喎。庚金嘅數目係7，哇真係應卦喎，兩個庚金。又好似命中裏面嘅兩個庚金服淫咁樣，服人入墓亦都可以代表即係行動受制喎。加上呢個食神代表行動，代表呢個活動能力，而家受戊土所制，現在又開始進入5月夏天火土旺嘅季節，所以睇嚟呢啲7條酸魚越搞越麻煩啦。而家五法師應該就好難供得入啦。而呢個女人至少都會破大財，聲名下降，嚴重呢有機會坐喺天窗裏面慢慢講說話啦。未來嗰2年係丙午丁未年，亦都係火土旺喎，佢都唔係咁好噶啦。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台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啊？不如翻去修行啦，面壁思過。好啊，今日7條酸魚嘅個案，我哋今日就講到呢度啦。歡迎大家留言、點讚同埋訂閱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